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，他都会站出来，都会明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对，警察万岁！说得好！警察万岁！至少在北京，95%以上的市民都是支持学生的，并不像政府说的是一小撮的人。因为你从那个天安门广场和现在每家每户或者工矿企业都可以看到，所有的人都在談論這個問題，而且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支持學生的。如果話中國學潮係一場艱巨而長期嘅持久戰，戒嚴令嘅失敗就標誌住一個階段嘅勝利。20萬名嚟自北京各高等院校同埋由外地赴京參加靜坐或者係絕食學生，喺天安門廣場連續12日受住日曬雨淋，喺有限物質資源嘅環境之下，堅持爭取民主自由嘅理想，向政府嘅權威挑戰。佢哋嘅毅力同埋勇氣係無可置疑嘅，但係支持呢股精神嘅動力又係嚟自邊度呢？喺李鵬發出北京8個地區戒嚴令之前，學生同埋政府嘅關係本來係比較和緩嘅。市民當時對學生嘅支援主要係號召群眾上街聲援、遊行、演講，同埋提供物質同埋金錢上嘅資助。人民萬歲！勝利屬於人民！拿走吧，拿走吧，沒用的，對我們沒用，拿走吧。